着要来提升到天然灾害救助的速度，农委会特别推出到农产业天然灾害现地翕相的 App， 民众只要翕相传相片，就会当提供予各乡镇市公所来作为灾害损失的证明。 过去农损灾害发生时，拢需要透过各地方公所派人去勘察，拢会等经过时间。即马透过这款农产业天然灾害翕相 App， 让农民申请补助金变更紧。那我们借由现在的智慧科技啊，能够让农民在报天然灾害救助的时候，能够更加的准确。农业工程研究中心讲，这款 App 会让将民众翕相时间、地点记录起来，提供给乡公所，将在未来向 中央申请农业灾害救助金的证明，站在哪一个地段地号，往哪个方向拍，都可以很清楚的呈现出来。另外，因为一寡农作物伫咧灾害发生时未遂产生灾损，需要经过一段时间才会看到，也希望申请救助金的时间会当搁再放长。晚间9点，邀请您与世界同步，60分钟掌握全球脉动。What News 9。 陈雅玲，世界晚报给您崭新视野。